Hello, my name is Yu Qing Wu。我係吳宇清。我有一件訴訟案 ，Yu Qing Wu vs IIF。吳宇清控告 IIF 嘅余老闆，因為余老闆犯了違反合約以及非法解僱嘅法例。除此之外，余老闆亦係犯了知識產權法嘅法例。我要求余老闆賠償2500萬，$25 million for the case. I won't settle the case for any less. 此訴訟案已經喺最高法院，我要求法院對此案作出公正合理嘅判決。我現時通知媒體關於此案，我要求媒體依據我嘅投稿公佈此案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。多謝。